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欢迎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呼吁实现无核武世界；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祝贺卡纳塔克邦新任首席部长。司政边巴次仁致函祝贺新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的访问。澳大利亚议员苏珊·丹普尔曼重申将继续支持和倡导藏人权益。瑞士和澳大利亚藏人团体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藏人代表出席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黎舒雅教授的头七祈福法会。印藏友好协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促进解决藏中冲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国际佛教团体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5月2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该组织为尊者举办的长寿祈福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致辞时，赞扬了已故的梭巴仁波切领导的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为佛法的传播和众生福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祈愿仁波切能乘愿再来，继续为佛法和众生服务。35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的成员，以及达兰萨拉的僧俗民众参加了当天的长寿法会。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六藏历萨嘎达瓦月初一，即公历5月20号，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1年1度的异变6字明咒大法会。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다 주로 나버 단자리야 쉬야라 엔터리데 아주 많이 동주지 고초고 요래 송아 이게 좋스 얘네 미 파고천에서기도 송아를 만화도 표 강쟁기 실제 총매 당기 지부 춘지기 어머니 배매 공사야지 다 장기열이 상매지 정신 깊게 칸에 태양하지 세상가 다디 질심자 탐제 양근 점을링기디 아니 심자 다 제자도 표카와 강쟁기 뱀이 genji samulloge pagochene siliya soatya chegi rungshin ki pike pakcharo sadya chegi dishade yari dinnaga chaburesha。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二5月23号通过官网发表声明，欢迎七国集团领导人于近日在日本广岛召开峰会期间发表联合公报，呼吁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中写道：“作为一个坚决呼吁全球去军事化和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公开倡导者，我坚信这是一项积极的举措。”尊者进一步强调，在当今全球多个地区充满不确定和动荡性的时代，我们都需要真诚而协调一致地努力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此，向七国集团所做的承诺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也认识到结束这些武器对人类构成的威胁的紧迫性。
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领导人于上周六5月20号相续致函祝贺西达喇嘛雅再次当选为印南卡纳塔克邦的首席部长。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回顾了在上世纪60年代时任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尼亚林加帕为流亡藏人提供土地的慷慨举动，并指出有超过3万名藏人在卡纳塔克邦定居，成为印度境内最大的流亡藏人社区。同时感谢卡纳塔克邦对西藏人民所给予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也相续致函新当选的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祝贺他在近期的大选中获胜。两位领导人也感谢卡纳塔克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的60多年里坚定不移地支持居住在该邦的流亡藏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5月23号代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致函埃利克·贾西提先生，祝贺他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一职。司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坚定支持和援助，以及美国政府对通过谈判互利双赢的方式解决藏中冲突方面所做的承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上周四5月18号开始，在印南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和迈索尔市展开了一系列的访问行程。5月18号当天，诺增卓玛部长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在班加罗尔法学院举办的“人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为题的研讨会，并就西藏境内的现状、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情况等为题，向在场的300多名师生发表了演讲。当天下午，部长率领藏人官员礼节性地拜访了杰尼林加普纪念基金会，并与该基金会的多名成员举行了会谈。在访问该邦首府班加罗尔市期间，诺增卓玛部长还参观了该市的西藏青年旅社，随后出席班加罗尔印藏友好协会与韦斯瓦拉普拉法学院联合举办的人权和侵犯人权的研讨会，并向该学院的师生发表了讲话。此外，诺增卓玛部长还于上周六5月20号参访了马哈加纳法学院和维迪亚瓦达卡法学院，并就人权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为题，向2所教育机构的300多名师生发表了讲话。在访问印南的最后一站，诺增卓玛部长还于上周日在迈索尔市礼节性地拜访了2位印度教上师，并于当天下午会见了卡纳塔克邦立法院人民党议员、印度知名演员苏马拉塔·安巴里什女士，讨论了未来有关西藏议题宣传项目方面的合作。印南藏人社区首席代表景美次成、印藏协调办公室的联络员扎西德吉、印南卡纳塔克邦境内的部分藏人定居点行政长官全程陪同诺增卓玛部长参访了上述地区和出席相关会议。另外，澳大利亚国会议员苏珊·丹普尔曼于本周一5月22号在众议院辩论会议期间重申了他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持续支持和倡导，同时回顾了他于今年4月与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的经历。在谈到他和其他议员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时指出，尊者对他的人民所持有的民主观念既雄心勃勃又鼓舞人心。他还表达了对流亡中的藏人在维护和传承藏文化方面所做努力的赞赏。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于上周三5月17号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28周年之际，位于瑞士的藏人社区和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再次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自1995年以来被强行失踪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及其家人。作为营救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印南扎西伦布寺主持西加仁波切于日前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和英国，随后于5月14号至17号访问了瑞士日内瓦。在访问日内瓦期间，西加仁波切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的陪同下，会见了美国驻日内瓦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代表团的副常驻代表凯利·比林斯利，以及台湾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苏银军，呼吁上述政要关注班禅喇嘛持续失踪的问题。日内瓦藏人社区也于当天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大楼前组织了一次和平抗议活动。为表支持和声援，瑞士议员伊莎贝尔·艾森伯格代表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在集会上发言。同样，澳大利亚的藏人社区也于当天在中国驻坎佩拉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布第11世班禅喇嘛和他家人的下落及健康状况。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联络官达瓦桑姆出席了维多利亚州藏人社区在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前组织的和平抗议活动。此外，台湾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林淑雅教授于5月10号在台中捷运事故中罹难，享年52岁，引起各界的哀悼及台湾对建筑及交通安全问题的讨论。台湾总统蔡英文更亲赴逝者家中进行哀悼与慰问。5月16号是林淑雅教授罹难的头七。根据台湾及藏传佛教的习俗，当天晚间7点特邀请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佛法导师丹增南卓仁波切、加德仁波切等僧众于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扎西次仁家中为逝者举行头七祈福法会，并点灯祈愿和念诵经文。台湾立委林长佐以及包括李明哲、李静瑜、黄宜碧等数十名人权工作者和社运伙伴自发性的到场为逝者祈福。逝者林淑雅的出殡仪式将于本周六5月27号在嘉义举行，届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将前往送行。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印度比哈尔邦的印藏友好协会与该邦奎师那法学院于上周四5月18号联合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主权和藏人自决权为题的研讨会。比哈尔邦印藏友好协会副主席苏伦德拉库马尔介绍了该协会老一辈领导人为西藏的自由斗争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强调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入侵和占领西藏之前，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出席研讨会的嘉宾及教授们在研讨会上相续谈到了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并一致表示需要建立印度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藏的认识，以及呼吁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与西藏代表间的对话，解决长期未决的藏中冲突。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